尋日仲298，今日就3,500。Why tell me why I tell you。就係做幾日，阿爺減印花稅，你哋覺得毫無吸引力，就一啲都唔想喐。金運監管局就俾一個大禮包你，由3成首期變2成首期，借足8成俾你，你仲喐唔喐？呢個夠唔夠吸引力呢？哇！即係豁免多600萬嘅印花稅就慳10幾萬啦，跟住首期由2成變3成又慳翻幾廿萬，咁即係成個成本 click click 加埋晒慳咗幾十萬喎。咁你哋覺得樓價會唔會將會升到不得了呢？一支火箭咁升到不得了呢，我唔夠薑講，但係起碼唔會跌翻落去先啦，啱唔啱先？消息一出，即刻有人馬上博取，嗱聲趁低吸納，亦都有人好似嗰個業主咁樣乘機反價，究竟何去何從？唔使何去何從嘅，每個人嘅人生起步根本就不一樣。你只需要問你自己未來5年你有冇錢供樓，你份工仲喺唔喺度？如果你有錢供樓，繼續可以供落去嘅，咁你有資格可以反多幾廿萬，然之後慢慢放，我唔急嘅。但係如果假設性你一供又冇，又等銀行 call 窿嘅時候唔使諗啦，係嘛？嗱聲就拍囉，有快啲平手走咗佢，甩咗件貨先啦，係嘛？所以每個人人生起步就係不一樣，就是這麼不公平 ，you know？投資玩嘅就係現金流，所以你先問下你嘅銀包有幾多現金流，先決定究竟反唔反價。咁另外有啲客就話啦，咁我而家係咪係時候趁低吸納啊？係咪係時候趁低吸納就睇下你有幾多銀兩啦。雖然我賣樓啫，但我唔會揞住良心做生意㗎。如果假設性未來5年你係冇嚿錢喺度供樓，份工都唔知冇得住嘅情況下，趁低吸納呢家嘢係同你冇關係㗎，因為你係冇咁嘅資格㗎。就切勿學人哋玩槓桿啊！老老實實槓桿呢家嘢呢，就真係睇你銀包有幾多錢㗎。投資涉及風險啊，閣下自你諗清諗楚啊。但相反，老闆有一大嚿錢喺度，又唔想做定期，收息低啊嘛，想做下包租公包租婆嘅時候，依家就絕對係大好嘅機會，趁低吸納啦。老闆豁免印花稅600萬，再加上首期變翻2成，你唔好話俾我聽冇興趣冇吸引力啊！如果係嘅話，你都有少少欺騙我啊，會傷心嘅。要揾筍盤、正盤、靚盤就快啲留言 call 我啦，拜拜。